來看這屏東市一間國小總是來舉辦活動，讓囡仔呢對一陣這新常是哪擺個哪個搶喙，親像這進行儀式。有家長是質疑講，在學校哪會出現宗教活動，認為這是違反着教育的中立原則。當下這些穿黃色衣服的人有拿着小朋友的手，就是拜拜啊，或者是有澆水之類的。家長提出相片，質疑為什麼一群學生會在學校內底對一尊神像閣拜閣加嗆水，像咧進行宗教儀式。神像的邊仔有幾來位志工人員刷落來帶學生去領甜露。學生囡仔領甲真歡喜，但是家長認為這種情況有違反教育中立的問題，質疑宗教哪會當進入學校。我到學校的時候是看到一個小玩偶，然後我當下就覺得這是什麼東西，就不知所以的。你都已經把他們請到學校來了，那又不跟小孩解釋，我覺得這樣有點。可惜的這一個活動這樣子，並不是說去針對任何一個團體，或者是說排斥哪一個宗教活動。經過實際詢問，校方表示，因為以前有佛教團體申請來學校做品德宣導的演講，合作幾擺過，後來希望會當佇義父節結合母親節的感恩活動，讓學生體驗講好話、做好事、存好心的三好。因為校方認為不是正式的課程，讓學生自由體驗，就無另外通知家長有這個活動，造成家長誤會和質疑。學校後一屆會閣做改善調整。那最主要也是配合母親節這個感恩還有品格教育的這一個活動。那我們沒有強迫小朋友每一個人都要參加，是採自由的一個參加的一個形式。那利用下課時間，小朋友想要來體驗的就可以過來體驗。針對外界質疑，縣府教育處回應，經過初步了解，活動無算是宗教儀式，單純算校方規劃品格教育活動。不過教育處嘛強調，學校要遵守教育中立的原則，落實和家長溝通，尊重信仰自由，避免閣引起爭議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